所有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美国方面呢，伫青山已经证实讲，川有下令暂停对乌克兰所有的军事援助，甲泽伦斯基的施压力头是搁再加强。几乎有一间民调公司公布调查，讲46%的乌克兰人是相信讲，若准无美国的援助，也会当继续来捍卫家己的国土。啊，那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按算伫咧初六举行布鲁塞尔特别高峰会，会宣布扩军计划，要让这乌克兰变强。任何侵略者拢是吞袂落去。泽伦斯基和川普伫北京的会面，以冤家来结束了后，泽伦斯基和乌克兰的国会一直重申讲，真毋望会当有和平和安全保障。乌克兰国会初三特别用英文来发表一份要互川普政府、美国国会和美国人民的声明，强调讲川普的威吓行动对战争的结束是有够重要。川普本人、副总统范斯和众议院的议长强生是继续伫媒体头前大骂泽伦斯基。Well, I just think he should be more appreciative because this country has stuck with them through thick and thin. We've given them much more than Europe. If you want real security guarantees, if you want to actually ensure that Vladimir Putin does not invade Ukraine again, the very best security guarantee is to give Americans economic upside in the future of Ukraine. 北京韩国甲大厦有几个消息管道，初三证实讲，川普已经对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暂停对乌克兰所有的军事援助。北京的官员讲，川普关注的是和平，嘛需要合作的伙伴对这个目标做出行动。伊会暂停而且检视所有的援助，确保讲有一个解决的方法。另外，受影响的范围和时间到底偌久，即卖也无进一步的详细内容。根据几乎一间民调公司初二公布的调查，讲有46%乌克兰人相信，若无美国的援助，会当继续捍卫家己的国土。认为讲无法度的有36%。另外，这几天对美国的看法变歹的有7成遮尔济，无变的有17%，变好的有5%。另外，57%的受访者表示讲，因支持泽伦斯基的作为，若无支持的是有30%。伫另外一方面，主持伦敦乌克兰紧急峰会结束了后，美国首相史凯尔初三先是和国防大臣伫首相府和国防产业界的人士会面，以重新增加国防预算和扩大本土国防产业的决心。接落来，伊阁伫国会发表演说，强调讲爱对安全、技术、贸易、投资来看，拢必须加强和美国的关系。伊永远袂伫大西洋两岸之间选徛对一边，佮讲和平是第一选择，但是必要的时阵，伊愿意做出重大决策，和盟邦做伙派陆军和空军来支援乌克兰。Britain will play a leading role, with, if necessary, and together with others, boots on the ground and planes in the air. 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嘛，预告讲，会伫初六举行的布鲁塞尔特别高峰会宣布扩军计划，要让乌克兰转变做更替和地，任何想要甲加落去的侵略者，拢会吞灭落去。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